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佩嘉時間啦。咁啊，今日咧佩嘉想介紹下自己同埋我做乜嘢嘅，因為好多朋友咧收到我個 WhatsApp 啊，或者係 Facebook 微信咧，都唔知我做邊行。咁其實咧我係做保健產品嘅，咁我做到呢個人參幹細胞做得11年啦，冇錯，人參幹細胞。咦，人參都有幹細胞嘅？係啊，冇錯，我同韓國嘅研究院咧係做咗11年啦，喺植物嘅形成層嗰度分離嘅幹細胞。咁呢個咧專利咧，全世界已經攞到過百個專利㗎啦。咁啊喺英國愛丁堡大學都認證佢係全球第一個科學家咧，從嗰個植物嘅形成層嗰度分離嘅幹細胞出嚟。咁我哋呢個產品咧係人參啦，人參之前啲朋友聽過咩人參皂苷啊？冇錯，人參皂苷有3醇同2醇嘅。咁我而家係主要做人參2醇，冇錯啦，人參皂苷2醇啦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咁有啲朋友聽過我有啲乜咁多腫瘤嘅人參可以食咁咩？腫瘤可以食人參啊？冇錯啦。咁我啲客戶咧就大部分都係一啲腫瘤客戶啦，有啲抑鬱症啊、失眠啊，或者係啲身體好衰弱啊，或者大病嘅初愈啦。咁呢個產品點食佢好咧？就係最好就係空腹時間食。咁有啲朋友咧可能係老友記食緊啊糖尿啊、血壓啊、膽固醇好多藥啦，咁就最好就係避開啲時間啦。咁咩時間食好咧？咁啊每個人嘅身體個狀況都唔同，食緊咩藥都唔同。咁我就建議大家咧最好就下晝3點3呢個段時間食啦，因為咧飯啊同藥啊食咗啦，咁啊食完之後咧就大概2-3個鐘頭之後咧先會去食飯啊或者食藥，所以下晝3點3呢啲時間啊最好。仲有一樣嘢，因為4點到6點嘅時間咧就係我哋行膀胱經，我哋行大椎穴啦。咁你呢段時間食咗之後咧，會運化我哋身體嘅大嘅行大椎穴嗰時咧，運化我哋身體嘅能量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如果老友記買咗呢個產品食嘅話咧，就話我建議3點3呢個時間食啦。咁另外咧就有一樣嘢喎，咁啊有啲朋友話，咦？係咪得唔得㗎？咁我做咗11年，我公司咧就來都係做呢2-3隻產品嘅啫。唔得嘅，我呢間公司都生存唔到咁耐。或者如果你想挑戰我嘅話，嚟啊！我等你挑戰，因為咧睇上佬呃你10年8年 Crystal 嘅產品1個月見真章，唔信？等你嚟挑戰我。好，拜拜。